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責備偽善2，路加福音11章42至54節。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將薄荷、芸香並各樣菜蔬獻上1/10，那公義和愛神的事反倒不行了。這原是你們當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喜愛會堂裏的首位，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你們的安。你們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如同不顯露的墳墓，走在上面的人並不知道。律法師中有一個回答耶穌說：夫子，你這樣說也把我糟蹋了。耶穌說：你們律法師也有禍了，因為你們把難擔的擔子放在人身上，自己一個指頭卻不肯動。你們有禍了，因為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，那先知正是你們的祖宗所殺的。可見你們祖宗所做的事，你們又證明又喜歡，因為他們殺了先知，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。所以神用智慧曾說：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裏去，有的他們要殺害，有的他們要逼迫，使創世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，就是從亞伯的血起，直到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。你們律法師有禍了，因為你們把知識的鑰匙奪了去，自己不進去，正要進去的人，你們也阻擋他們。耶穌從那裏出來，文士和法利賽人就極力催逼他，引動他多說話，私下窺聽，要拿他的話柄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42至52節，耶穌數算法利賽人同文士點樣外面潔淨，裏面污穢，獻咗便宜嘅11，卻不行乜嘢呢？喜愛受人尊敬，點解耶穌指責呢一點呢？好似唔顯露嘅墳墓，上面走過嘅人唔知道。呢個比喻使佢哋聯想到舊約律法書觸摸死屍會成為不潔。人睇見法利賽人同文士敬虔，以為可以通過佢哋嘅教導親近神，佢哋嘅教導卻使人虛偽同自大，呢個就使人不潔啦。叫人行難行嘅宗教規條，自己卻一啲都唔做。盲目地尊敬祖宗，強調傳統，祖宗殺害先知，意思係拒絕神嘅說話，因神嘅話威脅佢哋自身利益。換句話講，法利賽人同文士成全咗佢哋拒絕神、任意而行嘅惡心。50至51節並非引自舊約，而係一個預言。呢個係乜嘢意思呢？引用馬拉基書2章7節，佢哋當宣講神嘅說話，引導人尋求律法，但佢哋唔單止自己唔尋求，仲自立律例阻止人尋求正道。53至54節，文士同法利賽人被責備後嘅回應係乜嘢呢？係悔改？係仇恨？點解呢？讓我哋一齊禱告啊！主耶穌啊，今日你藉着經文話俾我知，你希望我過嘅生活係。主耶穌啊，我嘅生命喺嘅問題上，特別需要聖靈嘅光照同幫助，使我能夠作出改變更新。可以用詩篇32篇嚟禱告，然後記下感受。
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煮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